各位 DSE 同學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做閱讀理解第20題3呢條4分嘅哲理分析題，你有冇試過睇完一段引文之後，將引文抄一次，然後憑感覺隨手寫一句人生短促，要從容面對又交卷？如果你咁答，恭喜你，你已經完美踩入咗考評局嘅低分陷阱。考評局喺考生報告入面寫，大部分考生表現差劣，唔係知識盲目抄引文，就係邏輯極度牽強，甚至有人寫出雞同老太太代表不同人生階段嘅偏頗結論。今日呢條片我就用最精準嘅3步拆解法，教你點樣由句式、意象到內容齊齊遞進，攞足4分，記得睇到最後。要處理20題3，我哋首先要明白考評局究竟係想考你啲乜嘢能力。1. 引文特點嘅精取挖取能力。題目要求就第9段嘅引文特點說明感悟，呢度嘅特點唔係叫你泛泛而談。考評局嘅考評報告明確指出，你可以從3大角度切入引文嘅句式、事物嘅意象或者描寫嘅內容。2. 由景入情、由物入理嘅轉化能力。你唔可以停留喺描寫事物，例如雞、貓、蝴蝶、老太太表面，而係要將客觀嘅現象轉化為作者對人生隨心而行、一念不執、從容自在嘅深層體會。3. 推論過程嘅嚴密邏輯。考評局將評分標準分為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要攞足上品4分，你嘅答案必須要做到深刻、具體、清晰，將引文特點、情景意涵同埋人生哲理完美扣連，欠缺任何一項都會攞唔足分。好，我哋即刻進入解題實戰，請大家一齊睇睇第9段嘅引文同審題步驟。第一步，精準審題與定位。題目是就第9段嘅引文特點說明上述嘅感悟。前置嘅基礎就係第20題2，你必須要得到嘅感悟就係人只要一念不執就能活得從容自在。第20題3就係要用第9段呢個特點去論證呢一個嘅感悟。第2步，剖析第9段文本特點，你可以3選1或者結合分析。角度 A， 句式特點。引文中大量使用咗行過、走過、飛過、來過、飄過、閃過等動詞排比句式，營造出一種輕盈嘅節奏。角度 B， 關鍵意象。引文最後以沒有一輛車子經過作結。車係現代城市代表急速嘅生活節奏、催逼同壓力，沒有車經過就代表擺脫咗外在環境嘅催逼。角度 C， 描寫內容。描寫雞踱步、蝴蝶飛過、老太太行過，萬物各自按照住自己嘅步伐或生或死，彼此互不相干。第3步，建立文本特點同人生哲理橋樑。世間萬物，雞、貓、蝴蝶、歲月，喺時間嘅長河中一閃即逝，生死無常。但正因為冇車輛經過，即係冇外在催逼，人只要一念不執，心靈就唔會隨萬物消散而產生不安，自然就可以順應自己嘅步伐，內心獲得安寧同埋從容。跟住進入解釋說明方向同埋答題句式。解釋說明有2個方向，方向1，從句式與節奏切入，說明排比動詞能夠帶嚟輕盈嘅節奏，凸顯萬物生滅流逝而不留痕跡。最後以沒有車作結，說明人只要一念不執就能夠喺流逝中保持安靜。方向2，從車嘅意象切入，說明車象徵城市嘅急速生活節奏同環境催逼。冇車經過，象徵擺脫咗外在催逼，說明人只要唔俾世俗嘅節奏牽住走，就能夠隨心而行，從容自在。跟住留意答題套語，同學有需要嘅話都可以去截圖嘅。最後我哋嚟睇睇考評局官方認可嘅4分滿分答題示範，大家可以睇下高分考生點樣可以做到深刻、具體、清晰。第一份卷嘅答題嘅示範係結合咗句式同埋意象。
第二份卷嘅答題示範就係從一念不執與步調切入。同學睇完呢兩個示範，其實答4分題唔係你想象中咁困難，只要你懂得將文本特點跟哲理感悟呢個邏輯串連起嚟，就唔會俾人再扣冤枉分。